代主持人吴珊如穿着黑色薄纱小礼服，展现不同以往主持时的知性形象，小露性感出席彩妆活动。有看新闻，应该也都知道，爸爸有就是做了这个胆切除的手术。所以他现在没胆管我，我就想说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我现在就想说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偶尔偷偷出来一下下。那他现在老人家不在我身边，我就 OK。2012年中，吴珊如女承父业踏进主持界，只有短短4年多的主持经历，就拿下第51届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她知名度大开，许多活动接不完，俨然是新一代的代言小天后。恭喜宪哥 Sandy！ 演艺事业得意，吴珊如的爱情也开始萌芽。她被媒体拍到和广告公司 CEO 十指紧扣。被问到和男友的关系，吴珊如拿爸爸吴宗宪当挡箭牌。他有对你说被拍到的那位是那个叫什么 CEO？ 对，他对他的满意好像只是说他像什么欧巴嘛，对，但我觉得我只关心我爸。1周前，韩国朴宝剑来台，吴珊如担任记者会主持人。访问过许多大明星的他，一见到笑容迷死人的朴宝剑，也为帅哥倾倒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会很害羞。他是那种靠着你讲话，然后他会盯着你看，然后就是说怎么啦？你需要我帮帮你吗的那个表情，然后我就瞬间在台上乱了阵脚。看来吴珊如也有一颗追星的梦幻少女心。新维福新闻梅志全、李佑君采访报道。